借呢一個動詞原來好奇怪，望一望畫面嘅例句，我借3000蚊俾佢，我借佢3000蚊，呢兩句說話有咩分別呢？前句要錢嘅人係佢，後句要錢嘅人係我，咁點解借可以喺唔同情況之下有相反意思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借俾佢定係借佢，雙賓句三分天下。其實借呢一個動詞之所以可帶相反嘅意思，係受到句式嘅影響，而且呢一個規律廣泛存在於廣東話。我哋依樣畫葫蘆，做出相似嘅例句，睇下你揾唔揾到其中嘅規律。你會發現上面嘅3條例句都係先創造或者獲取再給予，下面嘅3條例句就表取得，其中包括咗資訊嘅交流。我哋講嘢嗰陣會不自覺咁分類咗雙賓句嘅動作性質，而用上咗唔同嘅句式。換句話說，呢啲句子嘅句式之所以唔一樣，係受到嗰個動作嘅意思影響。用錯咗句式嘅話，就會唔符合動詞本有嘅意義，顯得怪異。我哋暫時可以將上面嘅例句動詞稱作 A 類，下面嘅呢就叫做 B 類。呢個係廣東話雙賓句3大類之二。雖然鄧思榮等人認為廣東話根本就冇雙賓句，不過時間有限，呢部分就留到會員區再同大家分享啦。最後一類嘅動詞，即係 C 類，就表給予意義，俾字句就係典型嘅例子啦。例如我俾咗一本書佢，可以留意到呢啲句子都帶有俾字。如果動詞都係俾嗰陣，後面嘅俾就因為疊音脫落而消失。我哋觀察呢種具給予意義嘅 C 類動詞，以及先前嘅 A、B 類動詞之後，得出佢配搭嘅雙賓語結構。當然呢種分類方法仲有商討嘅空間，某啲動詞嘅分類似乎比較模糊，例如醒你兩招教佢中文，呢兩句嘅動詞醒教應該屬於給予意，即係 C 類，但係佢哋就用咗 B 類嘅句式。如果將呢啲句子寫成醒兩招俾你教中文俾佢，大家又覺得自唔自然呢？或者話 C 類嘅給予只係限於物理嘅轉移？呢個仲有待語言學家進一步嘅研究。所以你有冇發現